主后2024年2月初10，台湾年新春礼拜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传道书12章第1节到第8节。就伫少年的时，纪念创造你的主，伫年老痛苦的日还未到，就是你所讲我无快乐的年还未来以前。伫日甲光、月甲星还未变暗，雨落了乌云还未过来以前。迄时，故厝的人皮皮喘，有力的查甫人跳舞，下晡的查某人减少煞停工，对窗仔伫看的妇人人目睭炎黄。窗街路的大门关闭，下晡的声若细声，鸟仔伫吼的声戆要听无，查某囡仔唱歌的声得要掂去。人行爬悬，行路呢，危险毋敢出门。杏树开花，草莓肥甲袂跳，药情衰退。人转去永远的厝，规阵送葬的人伫街路哪行哪吼。伫阮链仔还未断，金碗还未破，水泉边的水盘还未损坏，唱古井水的车轮还未歹去。土粉归回大地，灵魂倒转去赐活命的上帝遐以前，着纪念创造你的主。传道者讲，空虚的空虚，一切拢是空虚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新春恭喜，新年快乐。农历过年是咱伫一年中间上也是上界重视的节日，因为这季就是春天对寒冬苏醒、万物欣欣向荣的季节。过年也是大部分的行业放长假的日子，所以也适合团圆、访友、交期、甲放松、休困，也是出外旅游的日子。总是俗语咧讲，一年之计在伫春，春天也是一年的开始，所以咱爱好好安排为新的一年来做主要的代志甲功课。希望伫新的一年，咱会当有新的出发、新的发展、甲新的进步以及突破。今年新春礼拜也用康复的岁月，甲咱做伙做新年的勉励。春夏秋冬，生老病死，这是人生的常态。毋过伫悲欢离合、善恶阴阳、变化莫测的世间，究竟咱要安怎看整个的世界，甲咱的存在，是毋是有价值、有意义呢？20世纪上伟大的物理学家英国的霍金，伊讲，照伊伫科学上的发现甲推测，宇宙只不过是偶然的出现甲发展，有一日也会亲像分家规仔的球过度碰撞就爆伫规日虚无。所以伊的结论是，根本无上帝的存在，嘛无需要有上帝。霍金伊确实是科学界一等一超级大人物，毋过伊终其尾也是人，也甲所有人共款，会死会朽坏。伊对上帝的认知，这也只是伊个人的看法甲推测，也毋是科学上绝对的真理。世界对宗教信仰的看法，有有神论、无神论，有独一神论，也有多神论、泛神论。
无共的宗教信仰对伫世界的观点自然有差异，发展出来的世界观、生命观也自然会有差别。那呢，为什么你要信上帝、信耶稣？为什么你要来教会做一个基督徒？信仰对伫你是生命甲生活的寄托，还是信仰是你生命甲生活的根本？人生在世，毋管咱活偌长，还是会偌少，人来到世间终其尾，也拢爱离开世间。印度教、佛教甲台湾民间宗教相信轮回，人死了后会转投胎变成做另外一个生命体。若是道教讲会当修炼成做神仙，也是变成做是鬼神。原住民的宗教想讲人死了后会化成祖灵，若是基督宗教相信人只有一摆会生，也有一摆会死，死了后灵魂袂轮回，也是变成鬼魂，就是听候主搁来审判的日子了后，上天堂，也是落伫地狱，咱并无别条路通好去。圣经探讨书的作者观察人的一生，伊的结论就是空虚的空虚，一切拢是空虚，一切拢是空虚，而且全册的中间不止侪摆咧讲空虚。即个空虚并毋是消极虚无，也是悲观宿命，也是唱欲享乐。反倒转虚空，就好亲像是一张空白的纸，也是图。伫即个中间，到底你要写落你甚物款的生平，画出甚物款人生的多样色彩？这才是探讨书的作者伫讲的要义。伫空虚的岁月中，咱需要做甚物？头一项圣经甲咱讲，咱爱趁早纪念创造主，趁早纪念创造主。戆人的心中讲无有上帝。诗篇14篇第1节甲53篇第1节，有上帝的人甲无上帝的人，人生平平伫过日，平平也有好人有歹人，也有做对的代志，甲做毋对的代志。总是有上帝的人，人生是尊主做大，是追求上帝的心意甲欢喜伫过日。若是无上帝的人，是用家己自我做中心，家己欢喜安怎做就安怎做，结果是受到道德、伦理、法律也是舆论的约束规范若定。人生的起点无共，到落尾的终点也会无共。落尾有上帝的人，受看做是聪明智慧的人；若是无上帝的人，上帝看伊是骄傲，还是戆人。无论选择信上帝还是毋信上帝的人，人的自由意志，也是人自由的人权的选择。毋过对伫一个愿意信上帝的人，探讨书的作者犹原鼓励甲奉劝，着趁少年，也是讲着趁还未老以前，还未死以前，赶紧信主，较袂虚度人生，虚度光阴。就亲像台湾的俗语咧讲，少年若袂晓想食老，就毋食样。人生毋管通活到几岁，其实拢是万年仔久，囡仔就变老人。何况咱人也无可能返老还童，变少年变青春。
个人的性命无定着，上帝什么时要调咱转去，咱就去，人也无法度互生命延长一刻久。咱着趁少年，也是讲趁还袂老，还会当喘气的以前来找救主，即个是上界美好的选择。第二，圣经爱咱观看人生的变化，对这来学智慧。观看人生变化，学智慧。塔勒书12章第29、第7节是咧形容人伫食老到死了后身躯变化的状况。咱有时阵圣经也需要找注解来看，安尼才会当来做更较清楚的理解甲明白。第一节讲着伫少年的时纪念创造你的主，伫年老痛苦的日还未到，就是你所讲我无快乐的年还未来以前，伫日甲光、月甲星还未变暗，这是咧指人伫年老了后，目睭视力的衰退，渐渐感受袂到大自然的光体亮度，亲像伫暗时目睭会变看较无，所以驶车就真容易会紧张。雨落了，乌云还未过来。即句话用阴沉的天气咧形容老人的生活，就亲像是乌云密布，等袂好天。顾厝的人皮皮喘，厝是指咱人的身躯，顾厝的人是指咱的两只手开始会震会喘，若像着帕金森症。有力的查甫人翘躯，这是咧指腰甲骹腿翘躯无力。下晡的查某人减少袂煞停工，只喙齿辣了了，也袂剥较硬的物件，即个较硬的物件也无再了解。对窗仔伫看的妇人人，目睭炎黄，这是咧指讲食了目睭花雾煞煞，因为目睭退化、白内障等等的原因，看袂明。第4节讲窗街路的大门关闭，这是咧指咱的耳仔较动听，也听较无臭耳人。下晡的声若细声，指喙齿一起一起咧落。鸟仔伫吼的声强要听无，是咧指暗时歹困眠，等袂天光就醒。查某囡仔唱歌的声得要掂去，讲话有气无力。第5节讲人行爬悬，行路呢危险，毋敢出门，骹手开始慢顿，也毋敢爬伤悬，出门行动较慢，所以也惊拄着危险，因为安尼社交人际关系的来往的能力也减退。杏树开花是咧指咱食老头毛变白，草莓肥甲袂跳，双脚行动慢顿，走跳困难，药情衰退，对伫食物件无滋无味，对翁某性行为的能力也无趣味。人转去永远的厝，是指死了后的归宿，也是指人从其尾拢爱面对死亡。
规定送葬的人伫街路哪行哪走，日子出山是家己的丧礼，也是别人的死者的丧礼。第六则讲，伫阮的仔犹未断，金碗犹未破。阮的仔是指腰脊骨，金碗是指头壳。水泉边的水盘犹未损坏，像古井水的车链犹未歹去。这伫遮咧讲，水泉是指目睭的目屎，水盘是鼻仔，古井是咧指心脏，古井水是指人的血液，车链指血管。全在是咧指讲伫犹未死、犹活地的时。第七个则讲，土粉归回大地，灵魂倒转去赐活命的上帝遐以前，着纪念创造你的主。这是咧指咱人死了后，肉体会朽烂，若是灵魂要转去上帝遐。第29、第60教咱爱好好观察人生，对照老人甲少年、生甲死的无共，也互咱珍惜咱还活着时，特别咱就爱纪念创造咱的主，对人生的变化来学习敬畏上帝，这才是生命的真智慧。第三，伫这个所在，得讲活着的人才会当纪念主。探讨书的作者一直在咧强调，着趁人还活着时，尤其是少年的时，赶紧纪念创造咱的主上帝。人只有伫活着，才会当做任何的代志，包括信上帝、敬拜上帝。学了上帝，诗篇115篇17节就讲：世人袂称赞上主，落去永远静谧的所在的人嘛拢袂。也就是讲，只有活着的人才会当纪念主。纪念是啥物呢？纪念毋若是指纪念伫心肝底若定，也爱伫行动的顶面，甲心内的认知想法一致。咱要安怎纪念主？伫这部礼拜天书下面有基督徒8要，提供咱做信仰生活实际行动的参考。也就是讲，咱爱敬神听人，咱也爱日日读经，爱常常祈祷，温群聚会，欢喜奉献，带人信主，服务社会。甲维护生态，咱若用安尼来纪念主，就当伫咱空虚人生的年岁这个画布顶面来填写美好生命的故事，也是充满有意义甲价值的生命图画。纪念主的人也会服侍主。主耶稣讲：人若要服侍我，就对我。我伫倒位，服侍我的人嘛会伫遐。人若服侍我，我的爸会家己尊重。约翰福音12章26节。愿咱伫新的一年，咱的新的愿望、新的立志是趁早纪念主、服侍主，也愿主祝福大家，日日灵命丰盛、永神也益人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平安经过旧的一年，也伫即个新的农历年的开始，阮也欢欢喜喜转来到伫故乡，甲阮的亲人做伙团圆。阮嘛伫主你的面前，也欢喜接着即个新春清谢礼拜，甲主你做伙团圆，
天父上帝的恩典，搁一遍来临到伫阮也祝福伫阮逐人的家庭，阮也感谢圣神引带伫阮头前的人生，互阮会晓对人生的变化来学智慧，也会晓趁早来找求主。阮伫你面前献上感恩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。愿你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，代代无煞，阿免。